遐个做歹的人就是我的仇仇，我的对敌来攻击我，要食我的肉。迄时因就着踏跋倒。虽然有军兵杂营要攻击我，我的心也无惊吓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悠然自在。只是咱要来吟圣诗24首。我心俄勒至高上帝，我心俄勒至高上帝，万民破败伊骹下，赎回伊伫赦免满满。请咱起立吟全首。兄弟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使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着比勒入来受苦，顶4日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伫死人中搁活，上天。他坐伫全能的父，上帝大边，伊要对我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同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做伙来三角交托启应文，启应文29篇，诗篇119篇。
我来客，恁来应。行为无通指责，生我遵行上主律法的人。坐下，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听探上主的教示。专心找求伊的人。坐下，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？着遵行上主你的话。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找求你。求你，互我无偏离你的诫命，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才免犯罪得罪你。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。我的心悲伤到要喙去，求你照你的应允，互我恢复元气。求你，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。求你使阮教示我你的律法。求你，互我无意爱虚假。照你的话，赐我活命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。对你的应允，我得到活命。我受管教，对我有利益。互我通学习你的规例。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早就伫苦难中灭亡。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规日哪念哪想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一个过细就发出光，连憨直的人嘛会了解。你的公义线到永远。你的律法真实。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主的天父，我满心感谢你，你是创造天地教阮的主。伫今仔日的主日，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吟诗学乐你，尊崇你，敬拜你。你对阮的疼痛是何等的广阔长深，你的恩典时时教阮甜甜。总是阮有时嘛会软弱犯罪来得罪你，误逆你，甚至来离开你。求你赦免阮的过错。恳求圣神的光来光照阮，互阮离开黑暗的捆绑，赐互阮智慧甲气力，真做义的人，真做有疼心的人，更加用喜乐的心来见证你的荣耀。阮阿来学乐感谢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消息报告。本会消息：本主日第2场礼拜欢迎王明定牧师陪同美国洛杉矶罗兰港礼拜堂徐建华团队，因拢总有18个人要来咱遮聚会甲讲道分享，愿上帝赐福。第2点，本会即个拜六上午9点30分至11点30分。家庭探访，因为拄着 RPG 为国祈祷大会暂停一届。第3点，小会公告：同意本会信徒马路江景的成人会址转入于高雄中会桥头教会。第4点，下周主日5月28是总会所定的月神奉献主日，有派慈怡平长老前来请安讲道甲募款。敬请兄弟备办心奉献甲代祷。第5点，2023年幸福小组国际研习会定伫个8月28、8月29、8月30，咱时间请家己看。伫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海洋馆举办，费用是2500块。6月30以前报名2000块。教会补助已规定办公室提出申请。敬请小组长同工踊跃办公室报名。110年度的奉献证明收据已经拢开好啊！敬请兄弟先到公布栏查家己的收据号码，才到办公室去排队提取。第7点，本会定伫个6月18，星期日的第2场礼拜要举行洗礼式。长工的第2场、第3场、第4场联合礼拜，
若要接受洗礼、坚信礼、小儿洗礼的，请伫个6月初8进前办公室报名。无参加幸福小组的人，就需要参加信用个别的课程1点钟。第8点，6月初10星期六9点到暗时9点30分，特别邀请韩国的宣教师小金牧师夫妇前来敬拜中心，要带领青年祈祷特会。这毋是一场专门为少年人开设的祈祷会，这是一场一起夺回这个世代青少年的祈祷会。敬请兄弟做伙参与，互咱为着新的一代领袖兴起，行入命定来祈祷。第二，具体消息。第1点，社青牧区定伫个本主日下午3点至6点，伫个敬拜中心要举办木木亲子嘉年华。活动的内容内底有好食的物件，搁有福音改签、文创、农牧产品、草地音乐会、摸菜等。现场使用原油券消费，无接受现金，费用是250块。欢迎兄弟踊跃参加。第2点，合作社青年创业贷款专立案利息是3%。伫迄11月30之前，夜到夜晚就要停止受理申请。欢迎社员有意愿贷款，请向合作社洽询办理。告解消息，咱请安牧师。这大平安，以咱5月7咱头有讲到上午9点半到12点半，下晡2点到5点，有迄个高雄举办 RPG 的为国家祈祷会，伫隔天28下晡3点到6点，举办圣神降临节城市联合祈祷会。望咱的所有兄弟以及咱的小组长鼓励咱的庄员。来参加，咱来报名，请来记啊，请注明讲你是要参加拜六的，还是要参加礼拜，还是2天要参加的。咱咧统计的时阵，咱较袂混淆讲，到底是你是上对种的吼。望咱会当伫中间甲咱的干事咱的办公室主任配分清楚讲明，你要报名2种的，还是1天的吼。多谢。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。圣经记载伫个约笔记4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约笔记4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我来读，恁来听。第1节，约笔应耶和华讲：我知你万事拢有的，你的旨意拢袂阻挡着。即个无伫个来看目所议论的，是一罪啊！所以我有讲出。我所无明的，就是我所想袂出的奇妙，我所毋知。求你听，我要讲，我问你，你应我。我前耳孔听见你，打我目睭看见你。所以我家己厌恶伫尘埃甲火虎的中间反悔。耶和华对约伯讲话的，耶和华对约伯讲这的话以后，耶和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讲：我的受气对你甲恁2个朋友发起来，因为恁议论我无讲合理的话，亲像我的奴仆约伯所讲的。当恁着为本身出7只牛犅、7只羊犅，到我的奴仆约伯遐为本身献烧祭。我的奴仆约伯要替恁祈祷，因为我要接纳伊。免得我照恁的牛戆来款待恁，因为恁议论我，无讲合理的话，亲像我的奴仆约伯所讲的，对阿赖提曼人以利法、苏阿人比利达、拉玛人所发，照耶和华所命令，因下去行。耶和华也接纳约伯。第10节。约伯替伊的朋友祈祷的时，耶和华就予伊的敬奉复原，
佮耶和华赏赐约伯比以前所有的加倍。阿门。这是俄勒，咱请上礼圣歌队。这是讲到今仔日的题目是亲身经验上帝的恩典，亲身经验上帝的恩典。咱请王牧师。各位兄弟大平安。咱的中间若有兄弟较爱摄影，较爱录影，兄弟拢知影。你要翕出一个好的相片。你必须要你的镜头对焦，特别迄阵时哦，古早单眼相机必须要焦点对啊好啊，你翕出来画面、摄出来相片啊，较会水吼。前礼拜甲上联圣歌队去家一日游，虽然我的相机毋是足好，但是尽量去一张上水的吼。咱的人生。要活出精彩，要活出活泼的生命，咱的生命必须要对焦，对焦以上，咱只要对焦伫上帝。但是咱的生命对焦的焦点方向唔对，咱所活出来人生是黑白，是袂彩色的，甚至嘛袂好看。就是咱要安怎活出咱？上帝看做好，佮蒙福的人生诶，
今日咱透过今日经文中间约笔记，我相信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对这约笔这圣经的人物非常的熟悉。圣经讲约笔是安怎？圣经来看讲，迄人完全佮正直，敬畏上帝，离开遮个歹。所以对这经文中间，咱知影约笔是一个诚实无假的正直的人。咱做人做事，咱起来爱应该学习，就像约笔安尼诚实。不管咱是讲话也好，不管咱做代志也好，咱拢无半点虚假。约笔就是有这种品格，所以活出活出生命是对上帝的态度是敬畏上帝。伊是看重上帝，甚至伊毋敢得罪上帝，佮是敬畏上帝、惊上帝。也意思讲，一切决定拢用上帝真理做中心，做伊的决定。了解，看重上帝真理，敬畏上帝。当伊看重上帝真理，敬畏上帝时，伊就毋敢得罪上帝，伊甚至惊上帝。所以有时阵，咱咧做一样事，咱足时阵袂想讲，我做安尼，到底上帝欢喜无？我讲一个别册，到底上帝欢喜无？代表咱的信用甲咱的生活离咱足远，信用无成做咱时刻的提醒。所以咱就知影，约笔伊是敬畏上帝，看重上帝真理。所以，伊毋敢得罪上帝，伊会惊上帝。一切决定拢用上帝做中心，用上帝决定做动机。几当前有一个足流行的一个手环，迄手环顶面写 WWJD， 意思讲，若假使是上帝，若假使是耶稣，伊会做什么决定？若假使是耶稣，伊会做甚物决定？伊个 WWJD， 迄个挂喺迄个手环顶悬塑胶，常常咧提醒基督徒。若假使你是耶稣，你要决定这项事，耶稣会安怎想？耶稣会做甚物决定？所以咱看到约笔，伊敬畏上帝，看重上帝真理，亲像咱长老教会的约翰加尔文。约翰加尔文伊讲啥？凡事应要上帝名，凡事应要上帝名，也是意思讲，你做逐项代志，拢是为着要应耀上帝。你徛阿倒摆，是要应耀上帝。徛倒摆较会应耀上帝。该红灯就红灯啊，该红灯停就停啊，该红灯毋通正我就毋通正我，对不对？咱足侪兄弟，遮附近拢开红单吼，我有听到风声，拢甲我讲，牧师你踮遐毋通红灯正我呐，警察伫遐咧等你呢。我若徛到遐，我就想着兄弟话。咱做逐项代志，咱拢是为了应耀上帝。上帝最好约笔，伊的产业丰盛。伊偌济产业的，咱看圣经内底约笔记第1章第3节安尼讲，伊的家业有羊7000，骆驼3000，牛500对，驴母500只，要济济车用。安尼，这人伫东方众人中间，伊是最第一大的。所以咱看到伊的产业，伊的家业是东方做第一大。咱看到约笔遮尔侪家业，就是有一天伊老婆走来甲伊面前讲：约笔，我甲你讲吼，你的油群对天降落火，上帝对天降落火烧袂伊啊！话讲还袂煞咧，佮第二个老婆走来，甲约笔讲：约笔，我甲你讲，
你的乐道哦，去啊家己底人掠去啊。了解，伫圣经的中间你看，伊丧失这精神，伊无拆你衫、剃头，趴伫地内拜。伊刺激遮，伊的圣经无讲到伊任何情绪的反应。就是你要看，接续圣经咧讲啥？罗伯走来伊面就讲：约伯，我甲你讲，你的后生祖囝，你食饭啉酒的时阵，有叫大风对旷野吹来，厝吹倒，你的后生祖囝因此就过世呢。约伯为了伊的儿女意外死亡，圣经讲哪？接续伊讲安那？拆你外衫，剃头，趴伫地面来拜。而且你看到约伯伊丧失囝儿、祖囝迄个艰苦的心情，伫遮真明显显露出来。你看失去财产，伊无任何反应，但伫后壁咧都无共款啊。的确。钱财失去，佮趁得有，然后换命，较无你无惊，佮无机会，是不是？总是人的生命一旦失落，人袂死佮复生，人袂当死佮活，了解？总是约伯面对了这一连串的打击了，伊讲啥物？伫约伯记第1章第20节。咱三个来读这段圣经，预备来。我脱体出老母的体，也要脱体转去遐。耶和华手术，耶和华体力，着恶乐耶和华的命。对吗？这样。那头前，这精神用手去，互火地天降落火烧死，约伯拢无啥物任何的情绪的反应。总是到伊囝、后祖囝意外死亡的时阵，伊就情绪就来啊。总是伊个会当安那讲耶和华手术，耶和华体体，着恶乐耶和华的命。了解啊？对这经文中间，你会看到什么？这是约伯伊信心的宣告。伊讲脱体出老母的体，伊出世。一无所有来到这世界，了解？咱每一个人出世，敢是一无所有，就来到这世界，脱毋捌体嘛，双手空空就来这世界。老母生落来，咱无掠任何的金银财宝来这世界，总是咱看到。约伯讲啊，要脱去倒去啊，也要脱体倒去啊。当咱生命结束的时阵，咱嘛是敢是嘛是双手空空离开这世界吗？这互我想到，俗语一句讲：钱洗不带来，安那？是钱啊，洗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赤身出世，双手空空来，双手空空转。伊迄中间，咱能想到世界有一个真有名的皇帝，叫做亚历山大。亚历山大伊20岁时阵，就对伊老爸腓力二世承接马其顿国王的王位。这亚历山大伊20岁就接王位，到伊30岁时阵，伊起做的国家的领土是上大的。假设上大的帝国范围落看呢，咱看，伊国家范围对希腊、到小亚细亚、到埃及、到波斯、到两河流域、到阿富汗、到印度的西北边，你看伊国家的土地这么宽。当伊20岁登基做王的时，做马其顿的国王的时，
伊就带领军队四界啊那南征北讨，去侵略别人国家，互伊国家的势力愈来愈扩。总是呢，亚历山大有一天，伊头壳忽然痛，然发烧，伊就倒落去，从此伊就无阁起来，结束伊真神话、真神奇的一生。一个少年人在第10当中间，甲伊老爸交互伊国家的领土，扩要几十倍、几百倍。总是伫伊过身之前，伊有吩咐3遗言。对3遗言，其中第2个讲：当我的棺木要点迄个坟墓的时，咱会当看后一张啊。伊讲爱将金银财宝沿路野去到墓地。伊安尼做是要甲人讲，你毋通亲像我共款追求金钱，我开一生追求财富，我真侪时阵是浪费时间。伊得到这侪国家的土地，真侪国家的百姓君王，拢带金银财宝来贡献予伊。就是伊过世时阵，吩咐人。伊的棺木咧撒，你去皇帝阵沿路就安尼，甲迄金银财宝压伫路顶。伊讲我一生追求这财富，到尾啊，伊发觉伊是浪费时间啊。最后，伊一个愿望，遗言讲：恁将我的棺木两边挖2空。将我的手伸出棺木外面，伊安尼做是要甲世间人讲：你看，我空空来到这世界，双手空空来到这世界，我双手嘛空空离开这世界。伊无炸走任何金银财宝，任何的荣华富贵，对伊的运气。伊讲：我双手空空来这世界，我双手空空离开这世界。话讲煞，这亚历山大就将伊的目睭合起来，兴致喘气。例如我所敬听下这，撒旦伊原本的计划就讲好，甲迄个约伯。以世间所有的财物，迄个精神拢是伊财产，来摕走。然后你知影老爸对疼囝儿的心像心中的一块肉，甲伊宝贝的后生、宝贝的祖囝的性命来摕走。伊的确有弃绝你，所以伊约伯记第1章第11节来讲：当你若伸手，伸你的手。吸到伊拢总的所有的，伊的确当面弃绝你。伫撒旦的计划中间，约伯若失去这一切，一定啊那弃绝上帝，然后亵渎上帝名。什么叫亵渎上帝名？咒骂上帝名。但是结果是安事实甲撒旦的计划颠倒并。约伯不但无弃绝上帝，无亵渎上帝名，伊反倒当恶落上帝名。所以咱看到约伯伊其实挖好上帝，上帝安怎看这约伯呢？咱看这后一段，伫约伯记第1章20节，咱做来读。伫这一切事，约伯并无犯罪，也无掠上帝做合无合，所以了这咱看到，伫个一切事，约伯所有的财产、囝儿、祖囝的丧失，伊并无用嘴来犯罪，伊并无用语言来犯罪，也意思讲，约伯拄着这人生的苦难时，
伊要对上帝讲一句卖完的话，伊犹原尊主最大。对吧？这那假使上帝甲你心中上介意的客走，你会想啊？你会反应怎样？半暝爬起来跳，半暝爬起来骂，敢毋是？因为咱会不出艰苦，特别失去伊所宝贝的后生祖囝的性命。所以了这，咱看到约伯伊并无用嘴犯罪，并无讲出埋怨的话，犹原尊主对话。所以，伊对上帝信心的瓦靠，并无因为读瓦这的因素，互伊失去。所以，咱知影约伯，伊毋是一个丧乡的人。为什么？伊失去财产啊，失去伊所疼爱这的后生祖囝啊，较毋是丧乡，毋是丧乡？为什么？因为伊有上帝。世间人掠世上的财物、地位、名声做要紧，却是有这的物件，却对上帝失去信心。你看这，人看这外在的财物、名声、地位一切做要紧，当伊有这的，无代表伊有上帝。往往有这的。却互伊失去对上帝信心，所以这种对上帝信靠的，会当讲啥？是一贫如洗啊，一无所有，一无所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众人拢知，当你有上帝，上帝什么拢互你。就是当你无上帝，上帝会当一瞬间。将你世间所有看作要紧的，都一瞬间都无去，勘察毋免1秒钟都无去。你看这，伊这时阵你是看，你是丧用的呢，还是你富有的？真正掠伊看会到的做富有，就是心中无上帝。这种人真的是丧用。当这个人有上帝，伊愿意甲人分享，伊是富有的。阿门。就是撒旦无用安尼放约旦离开。圣经安尼讲，伊约伯记第2章第4节到第5节，安尼讲，用皮换皮，人就为着伊的性命。完了，伊一切所有，总是你伸手，你的手吸伊的骨，甲伊的肉，伊要当面拒绝你。而且你讲到什么？用皮换皮，就是接下你会看到，撒旦攻击约伯的方向，对伫伊的财产甲儿女中间的丧失，已经无法度攻击约伯，互伊信心倒坏。伊怎么改一个方向？攻击约伯本人的身体健康，撒旦甲上帝讲，若危害到伊身体健康，伊的确拒绝你。所以咱看到圣经内底，安尼讲，伊约伯记第2章第7节到第8节讲，拍约伯，互伊对骹到。互伊对骹底到头壳顶拢生毒疮，伊就用瓦片来披伊身躯，伊坐伫火湖顶悬。然后这咱看到，对经文中间看到约伯，伊生全身躯对骹底到头壳顶拢生满这毒疮。这毒疮生伫身躯顶，互伊真痒啊！伊坐火湖顶爱用这瓦片披伊的身躯，因为这毒疮互伊真痒。有时不需要用手去绕痒，甚至用手绕痒，佫无够，佫爱用这个瓦片来赶厝。你会知影，
这个独创的病症，伫约伯的身躯顶，对脚底到头壳顶，落满是。你知影这是真恶的忍受的一个病症。你会当想象无？你也想迄痒啦吼。你的空喙若要好的时候，会有痒袂？会啦。我即手几礼拜前安尼，互刀仔揉咧，小可深深啊吼。天无几针啦，十几针尔。你拄着迄个整形外科医生啊，伊甲我讲吼，阮整形外科医生迄线拢较幼，来填10几针啊。啊，你若拄着骨科的吼，外科的吼，2针就好啊。哦，啊查者，阮的针线较幼，所以爱填较10几。啊，你较水啦，哦，镜头啊要水安怎的？袂要紧啦，你啊填就好啊。就是了这，当空喙要好的时阵，有够痒啊，足想要咬，但袂使咬，愈咬愈老火，迄空喙拢袂好。所以了这，咱看到。约伯面对的是伊身体生满毒疮，然后这咱看到，这么艰苦的日子，徛伊另外一半因某可能会将疼惜，哎哟，唔甘啦，笑笑啦，我该膏药啊，无呢？你看因某安怎反应？你看约伯因某甲伊安怎讲？哦。你要搁咧接受你的宣传的吗？就拒绝上帝来死啦！哇，这讲的心内真正插骨来的心吼，不但袂同你约伯伊会丧失这一切，甲身体健康，佮用这话来讲，你搁咧接受你的宣传吗？就拒绝上帝来死！咱看到。约伯伫这艰苦的，伊太太不但无体贴伊做，也无用信用甲三夫妻，佮讲这话，哇！若是恁另外一半甲你讲安尼，你是咪会艰苦心的？哎会啦！你莫甲我告伊你至少嘛莫讲这恶毒话，啊，佮叫我拒绝上帝，你话这？你看约伯，看到因某甲伊讲这话，伊安怎讲，安怎反应？恶果书顶，伊形容因某是安那？魔鬼的帮手、助手，魔鬼的助手。为什么？因某叫因这个翁约伯，就拒绝上帝，莫搁伊啊接受你的宣传啊！意思讲啊，你的信用，你的上帝放弃啊啦，莫搁信啊啦。后一句搁读来死啦，规句讲啊白，讲你着去死的啊，遮艰苦。你看这，恶果书顶形容因某是一个魔鬼的帮手、助手。为什么？约伯的某，伊都徛伫约伯甲撒旦的中间啊。伊讲的话，拢是要帮助撒旦啊啦。达成撒旦的计划啊！撒旦计划敢毋是要爱约伯就拒绝上帝吗？因某讲的话，甲撒旦的计谋大汉啦，马拄吧，大好，正做魔鬼的计谋，爱伊当面拒绝上帝，总是约伯对因某的这个态度甲言语，伊安怎讲？伊安怎讲呢？伊还讲，你讲话，亲像遐戆的妇人所咧讲的，怎样？咱对上帝受福气，兼无对伊受灾祸吗？对吧？这约伯伊形容无戆的妇人咧所讲的话啦。对，你看约伯伊啊，可见伊是一个对上帝坚心倚靠的。因某爱伊拒绝上帝，莫去接受伊的宣传。你看到，伊讲的上帝，
误的妇人人所讲的话，了解。虽然伊的某讲的话内容是恶毒的，但是你用一个话啊想啊，伊动机可能对先生疼甲关心嘛。只不过是吼，伊讲话性顶悬无啊无技巧啦，袂讲好听话啦。像台湾人啊，囡仔读册吼，就减1分尔，也是落1名尔啦。为什么老爸讲话拢无鼓励啊？啊，5到8上，读啊落1名，啊你读无规矩莫读啊？有无？落1名尔，落1分尔就安那？讲这个负面的话、消极的话、打击的话。啊，你讲老爸对囝真正要成绩无要紧吗？真正对这囝无疼心吗？有啦，就吼，嘴讲袂出造就人的话，较紧讲负面的话，但嘴上要讲正面鼓励，讲出来拢负面的，迄就是思想安那无调整过。咱信主了安那，就是安那。咱的讲话，圣经讲啊，讲凡事讲什么呢？造就人的话。所以咱看到约伯对耶和华讲，约伯记42章第1节到第2节，咱做来读预备来。约伯因耶和华讲：你知你万事拢会，你的旨意袂主动的，袂主动的。所以咱看到约伯对上帝认知是，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，上帝是万行事做的上帝。对耶和华上帝讲，敢有是人情事？无啦，上帝凡事拢会。所以上帝对位是无法度做任何的主动，人的绝境却不是上帝绝境的尽头，所以人无法度主动上帝旨意。所以咱看到约伯，伊对上帝的信心无摇动，极困难的时阵，约伯犹原讲：我的上帝犹原我的，我的救赎主犹原我的。所以约伯讲：我知影。伊讲我知影，意思什么？我知影，就表明伊对上帝确信。阿门。所以咱看到，伊圣经内底约伯记42章第30讲，这个无伫来看捌所议人是一罪。所以我有讲出我所无明白的。就是我所想，就是我所想袂出奇妙，我所毋知的。所以，另外这咱伫经文中间，咱看到讲啊，这个有伫来看捌所议论的人是啥？所以我讲出我无明白的，就是我所想的。另外这就是这句话就是啥？约伯。搁一届重复上帝当初问伊的话啦，所以约伯对这话中间显露出伊承认伊是一个无知的人，伊发觉伊家己讲话，连讲家己讲啥物无明白，所以伊开嘴讲啊，我毋知影我咧讲啥，来显露其实伊家己是一个愚妄的人，伊讲伊家己，所以伊家己反省伊家己，伊家己对上帝无够认明白。家己对上帝判断，才会错误。所以你看到伊是足谦卑的人。所以约伯讲，我所讲的无妥当的，我只有倒来到上帝面前谦卑。了解，只有谦卑，才会当人对上帝讲出伊的不是，人才会承认人伊家己毋对。人若无谦卑，往往伫人的面前，伫上帝面前，嘛拢掠做伊足够。总是只有谦卑，才会当对上帝讲话，才是真正敬畏。所以，上帝对撒旦的挑战，会使讲上帝完全赢。为什么？撒旦任何计谋，对伊的财产丧失，到伊后生囡仔的丧性命丧失，到伊家己生独生。一个
挑战。魔鬼的计谋无一项赢的啊！原因什么？约伯伊对上帝信，所以了这咱看到，这会使讲上帝赢过撒旦的挑战。所以咱看到撒旦的计谋会让讲伊失去伊原本的期待啊，因为撒旦伊原本的期待。魔鬼拄着这恶担当、这苦难、这人生的挫折打击时，伊会当当面拒绝上帝，安尼魔鬼就赢。总是魔鬼无赢，魔鬼失了伊原本的期待。所以咱看到约伯，伊谦卑信任，伊家己讲话无妥当的时，约伯甲上帝讲啥？咱来看约伯记42章第4节，讲：求你听，我要讲。我问你，你应我。你看这，当约伯伊明白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时，咱看到伊对上帝信心，无着伊人生，无着因为人生的苦难打击，两呢弃杀上帝。所以伊当伊甲上帝互动了，伊依然要继续听见上帝对伊讲话声，所以伊求问上帝。伊心中我求问上帝，毋知上帝。佮要继续听伊问话声无？以前伊对上帝讲话，拢咧辩解伊的行为无毋对。现在伊面对上帝的态度无共款啊！伊不但无怨言，无佮辩解，伊佮想要表达伊对上帝的感受，所以伊依然求上帝指示。你看这是一个谦卑，伊求上帝指示伊，也代表这个动作。约伯伊是愿意安那降服伫上帝面前，阿门。所以了这咱看到，一个人若足够辩论呢，伊咧要甲你讲一样代志，我无毋对，但是我无毋对，我还辩我家己赢嘛，对不对？就是约伯呢，伊来到上帝面前，伊请过伊之前对上帝讲话，伊连家己讲啥拢毋知影。伊谦卑讲：上帝啊，我无去要辩我家己以前偌好，我要求你听我讲，求你支持我。所以了解，一个人啊，愿意来有一个耳孔来听，代表伊是谦卑的人。阿门。所以谦卑的第一要件就是愿意听。所以约伯愿意降服伫上帝面前。接下来，伊安怎甲上帝安怎见证？来，咱看这经文，我相信这经文真实。来，预备，咱做来读，预备来。我前耳孔听见你，打我的目睭看见你。所以了解，咱看约伯以前去讲到上帝，可能是传统人讲啊，上帝是怎样的上帝？可能伫宗教界这其中间研究上帝哦，上帝关联，上帝伟大哦，伊想讲哦，安上帝是安尼哦。可能以前对老大人讲，我甲你讲哦，上帝是安怎祝福咱，安怎引带咱一些百姓哦，伊的认知的上帝拢是人甲伊讲，伊听人讲，所以伊开始形塑迄个上帝是怎样的上帝，总是注意哦，迄是伊听人讲，人甲伊讲，甲伊生命家己认知。迄个上帝有关系无？无关系。所以伊讲我前耳孔听见你，打我的目睭安怎看见你。所以咱看到以前约伯是听人讲上帝是怎样的上帝，可能是道听途说，可能直接间接来讲的，拢是一个足客观的一个对上帝的形容，总是对上帝形容。甲伊生命无直接的关系，因为伊无真心去经验上帝。所以我以前咧牧会时哦，会拄着安那，比如讲，这个人因兜这个人有信主，这个人无信主，两个人好势时吼，迄个无信主的拢会讲你的上帝毋是甲伊讲安怎？你的上帝毋是甲伊讲安怎？迄代表啥物？你的上帝毋是我的上帝啊！
毋是我的上帝，迄是你的上帝，无包含着我，你的上帝。所以，然后这咱看到，当伊约伯伊人生经验着上帝对伊讲话时，无去共款啦。伊的性命讲，当我的目睭亲眼看到你，然后这，伊诗篇123篇爱讲，我的目睭也要安尼耶和华，我的上帝直到伊的里面。所以，这时这刻的约伯的经验，伊是直接、真实去听见上帝对伊讲话的声。所以，迄个感受着上帝对伊讲话的声，袂亲像上帝伊看见上帝共款。你看这真要紧的来啊！真侪基督徒，阮讲啊上帝信主的时阵，伊啊怎样经历上帝？阮爸信主的时阵，安怎上帝医治？甲伊有关系无？甲伊有关系无？无关系啦！伊是讲因爸的历史，伊是讲因祖的历史，拢是因遐个人甲上帝的关系。伊家己有经历无？无经历。所以了这，当约伯真实的听见上帝对伊讲的时阵，袂亲像讲伊真实看见上帝共款。所以，伊圣经出埃及记19章20节，咱做伙来读。出埃及19章20节，咱做伙来读预备来。耶和华降临伫西南山尾顶，耶和华调摩西就山尾溜，摩西就去。所以，然这咱看咧，耶和华伫西南山，摩西显现，上帝遮伊目遮伊家己，互以色列人无抵到性格的应邀受袂无，因为咱拢知影，伊规约人只面对上帝的结果就是死。所以上帝遮伊家己，互遮以色列人无因为伊的性格的应邀，互袂无，约伯共款。伊真实去体验上帝真实的显现，伊会使讲伊亲眼看见上帝。你看这，咱的信仰袂当阁继续停留着我讲的上帝、阮爸的上帝、阮某的上帝。你看这，迄拢毋是你的上帝。啊，要安怎接受你家己的上帝？就是你的生命爱亲身去经验着上帝对你讲话。经验着圣神对你的感动、领受、祝福，阿门。你看这，咱啊的确对上帝真理中间去明白迄上帝，恁的确明白上帝真理，以生命中间去体验上帝真理的祝福，阿门。我讲几个咧，当咱去买菜的时阵，买了，哎哟，要走的时阵，哎啊，头家啊，蒜头互我2百啊。啊，头家啊，迄个葱啊，互我3支啊！诶，摕了真自然呢，有无？诶，头家无啦，迄我诶，拢袂晓讲你会惊伊啊！啊，你嘛毋惊客伊啊？你看这，人会小小的贪心贪恋得罪上帝呢？到底你是要这小小的贪心来得罪上帝，还是你要大大的信心来？得到上帝，你看这拢是你的决定。所以有时阵你读圣经的话，你看圣经内底，迄讲着贪婪，无到承接上帝个。真，咱看了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0节，咱做伙来读预备来。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，有人愿无伊就受袂起来归道理，用济艰苦啊刺插。所以咱知影，咱只有贪婪，无论贪大贪小，伊是万恶的根源。只要贪心，就互人袂晓。连你买一个菜，像我讲的，因为你的贪心，伊就失去上帝的祝福。你失去一个咧，伊有一个蒜头，伊是葱啊，上帝看做无好，上帝根本袂晓祝福，就无伊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了济啊，趁济。了解咧啦，所以贪心的人啊呐，咱来看哥林多6章第10节，你看预备来，这七个贪心的、好酒的、冷漠的、劣色的人，
拢未当侵入上帝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咱看到这侪未当侵入上帝国，其中就是贪心的。弟兄姊妹，伫你的聚会中间，伫你吟诗中间，伫你祈祷中间，上帝敢会甲启示？洪世俊啊，你是当时去菜店、菜单买菜，要走的时阵，佮客人3支葱啊，你有够贪心？你祈祷的时阵啊，上帝甲你显露出来，你会安那？紧紧甲上帝认罪祈祷，上帝啊，我毋对，迄个3支葱啊，甲你的祝福，我是有够了的。上帝，我毋对啊！你有经验上帝无？有啊！你若无捌上帝真理，你哪会经验？就是你爱捌上帝真理，上帝互你入啊真理，圣神的启示提醒，互你安那知罪认罪。阿门。有时阵咱安那脾气足暴躁，足急性的，讲话足急的，人急性讲无话啦，讲歹听话。咱看圣经安尼讲是温柔的。伊跟到雅各书第1章19、20节，咱做伙来念，预备来。若是逐人论到着听紧，讲话着慢，受气也着慢，因为人的受气无正上帝义。所以你看这，当你要受气时，受气爱慢，听话要紧，讲话着爱慢，因为人的受气无法成就上帝义。所以你看这。伫这真理中间，你会感觉到，上帝拢在塑造咱、调整咱、改变咱，互咱通过真理，互咱甲主相拄的时阵，圣神的作工，互咱及时认罪改变。阿门。所以，当真理教示咱的时阵，教示咱在这群蒙主敬调的囝儿的时阵，咱就要活出温柔的生命，爱温柔。毋通暴躁，爱温柔，较讲话轻声细碎咧，莫急性，莫讲大声话，圣经安尼讲诶，哥罗西书3章12节安尼讲，预备咱做伙来读，预备来，恁既然上帝所敬是圣的，也是得着听，就用怜悯的心、甲仁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吞忍来唱。所以，然后这圣经拢咧甲因讲。当然不止这几项，你要读圣经愈侪，你愈明白上帝的真理，来显露你的生命不足。通过圣神的作工，互你及时认罪的生命。所以咱看到约伯，伊生命伊经历上帝了，足直接的，真的，真实在。伊实际听去上帝伊讲话，所以当约伯听见上帝伊讲话时，伊感觉伊家己足卑微的，伊只不过是土粉做的。所以圣经内底约伯记42章第6章咧讲，咱做伙来读，预备来。所以我家己业务伫尘埃甲火虎中间反悔，了解？伊迄尘埃的火虎中间反悔，即句的反悔意思就是回心转意，完全改变原本的计划。伫尘埃中间显露出来，伊即个人，伊愿意反悔，愿意谦卑，伊讲伊家己卑微、自微细，伊无搁用家己做中心。另外，一个无信主的人，常常会自我做中心。我袂爽啦，我欢喜啦，我安怎讨厌这个人啊？拢是我。总是当信主的人的时阵，伊是信主的人，伊生命无搁用我，伊用啥？用上帝。用上帝做中心，你甲你隔壁讲，信主的人是用上帝做中心，预备来。所以约伯呢，伊无搁离上帝埋怨。咱大家认为讲约伯，伊财产拢抢去啊，伊儿女的性命无伊啊，连伊家己身躯顶拢生毒疮，真可怜啊！圣经安尼讲啥？圣经讲。为着耶和华所降落伊一切灾祸，拢悲伤来安慰伊。逐人送一块银，逐人送一块金环，耶和华就互伊的境况复原。哥耶和华手术的约伯比以前所有的加倍。所以咱另外再看到，
人掠做约伯足可怜，创世者可怜甲人就去安慰去安慰哎呦，莫悲伤啊！这个银仔互你啊，这个金元互你啊，哇，无形中上帝通过人的关心迄个祝福，迄个安慰的物资安尼一直来，甚至上帝祝福嘛来呢，比前的佫加加倍，阿门。所以了解咱看到，约伯伊亲身经验了整个我的上帝对伊讲话，亲身经历上帝恩典，互伊日子末了，上帝结束伊地面上的生命。例如我敬听兄弟，过去的约伯，伊可能听长辈讲，可能听这祭司也是经学书的人讲，总是遐人讲的上帝，拢是因的上帝，毋是约伯的上帝。直到约伯伊亲身去经验了上帝对伊讲的时，伊亲身看见上帝。所以韩国有一个牧师叫蒲赞东牧师，伊写一本册叫做《德性的教诲》。伊讲蒙福人生的秘诀，无在你圣经读几遍，在于你有用意志活出上帝的话无？这个蒲牧师讲大多数信徒拢读圣经读真侪遍，就是无坚持伫上帝话语中间活出来。伊讲你若会当将你读圣经的道理的1/10活出来，用你行动行出来，上帝的神就自然管纳你。咱会当通过信心的帮助，互咱改变咱的人生，互咱的上帝叫做咱家己的上帝，毋是恁讲的上帝，毋是恁做的上帝，毋是恁某的上帝，是你的上帝。因为上帝亲自对你讲话，所以读圣经若无真实活出上帝真理，是无效的，无效的啦，像你药食一半共款啦，所以了解，你信上帝吗？你信上帝吗？你信上帝吗？你就要用，咱就要用咱的行动活出你读的圣经的上帝，阿门。上帝通过信心对你讲话，阿门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来讲，世事无信就袂互上帝欢喜。主耶稣是咱的拯救甲毋茫咱当心靠着信心的规律，实践圣经的教示。所以圣经毋通读，毋通当作知识。我知影圣经摩西讲啥，耶稣讲啥，你毋通当作知识尔。你要活出你信仰的实践，你必然会经验上帝对你讲话。你的上帝就是你的上帝，你的信仰佫袂讲我的上帝，亲像约伯安尼讲，伊信仰佫袂讲，前耳讲听见你，但我目睭看见你。所以当你有这个经验活出来生命的时阵，你讲我的上帝，毋是讲我的上帝，不是讲我做我送，迄拢对你无一点无关系，因为迄毋是你的上帝。只有你亲身经验上帝圣神伫你的生命活出来的见证能力，你会讲这上帝真的，这个上帝互我祝福是真的，迄上帝对我来讲是真的，是我的上帝，阿门。所以了解，咱爱常常靠无主。毋通搬单，咱教会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咱的特会真济、真忝我知啦。总是呢，你也温困去亲近主，去追求，你的生命，互圣神来带领，会提升你，你的生命甲上帝关系会愈来愈经历。愿上帝赐阮祝福，互整个我的上帝，成到咱的上帝，成到咱的祝福。咱即时来祈祷，是阮听上帝，我感谢你，约伯的性命对你伊的造物，魔鬼掠做伊的计谋会得胜，伊的约伯会弃绝上帝，就是我看见约伯对头到尾起手对上帝的信。主你讲，若无信，无法度互上帝欢喜。主啊，阮的信毋是知识的顶悬的信，
乃是阮生命真实的经历的神。阮读圣经真济，过去阮将圣经当作知识，阮无认真将阮所读的挖出来。主啊，阮愿你认罪祈祷，恳求你赦免阮的罪，恳求你守圣神，守使阮开力，互阮真实活出上帝你真理的价值，互阮通过这个实践，经验圣神的操愿，圣神的改变阮，互阮会当见证，就如约伯共款，前耳讲听见你，但我的目睭看见你。互迄个上帝是做我的上帝，用来荣耀见证主。愿主你听阮祈祷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回应诗373首，救主耶稣我立志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咱即时，咱三角为着咱今日领受上帝真理的话中间，你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恳求你，予我心目就如心目溪水般样，随着约伯安尼信仰告别，前我耳讲听见你，但我亲眼看到你，互你的上帝，正做你的上帝，互你生命，因为你的脚步，因为你实践圣经的价值。经验圣神伫你身躯顶做工，互你见证，迄是你的上帝，用安尼来见证主。咱若相信为着咱过来5月27、28，咱的 RPG 的训练，牧师要鼓励，迄个造就，迄个特会是对你有帮助的。所以毋通办大讲忝啦，咱较温困的、较上群主的，忝袂要紧，忝住的了，等伊困就好啊。较骨力的。
咱为着主为着咱家己来祈祷，为着咱下晡社青牧区的活动来祈祷，求圣神做工。咱三脚举起咱的双手，同心来为着咱家己，为着咱的这团体，咱的事工来祈祷。咱大声喊三声主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！哈利路亚！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们的生命中间，主啊，我们靠无你，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我们就落希望可做一般来寻寻你，主你圣神做工，主啊，互阮哪听你，互咱敬仰上帝，互阮咱见证，主上帝是阮的上帝，不是阮国外的上帝，不是阮爸的上帝，不是阮某的上帝，是我的上帝。互阮经验着真高我的上帝伫阮生命来做工，真高我的上帝手术开咱伫阮中间，互阮经验着圣神的能力伫阮中间，经验上帝，互阮的信仰搁要主你是阮的上帝。但我看见你，主啊，我相信你听阮祈祷，你叫阮正兄者伫信仰中间靠无主，主我相信你。圣神要多多使用，手术开来，来引导主你命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阮5月27日RPG 甲城市的祈祷会，主你帮助阮，互阮来热切来靠无你。希望我今早主你下晡了，阮的野性，主去求你，互阮来指导。阮的肉体理解，互阮起无主，互阮正常的亲近主。主啊，你也听我祈祷，主你祝福阮，互阮的有偿教会，互阮的RPG的训练中间愈来愈火热，愈来愈热切，互阮敬仰上帝你的能力。主啊，你也帮助阮，阮的肉体能请的。主啊，你医治，特别阮从各地选择之外，我要招新闻。兄弟，我从志祥兄弟因的感情的治疗，仰望你，我相信你做工伫中间，你的心来叫做医治的主互因经验上帝你的医治的管理，主啊，照你的旨意成就，阮让你照你的旨意来成就主，我的社青牧区下晡的活动，愿主你大大施恩祝福伫中间。感谢你。是阮听的上帝，阮将阮家己交托你。愿相信你做工伫阮中间，互阮热切，互阮脚步，就如落希望开水一般有脚步，互阮爱慕上帝你的真理。上帝你对阮讲话，我毋但读圣经尔，我阁要活出来，我要阁靠着圣经里活出实践你的价值。通过我来活出来，阮看见上帝你开来加添阮中间，荣耀你，互阮同心见证，主你是阮的上帝。阿门。主，你祝福阮的事工，祝福阮两姐兄弟姊妹得医治。愿主你受恩，祝福阮听阮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请坐，请即时进前收奉献。请咱起立吟奉献的诗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使阮福杯满溢，拢无欠缺。阮今仔日奉献淡薄仔金钱来做事工的路用，愿你欢喜纳阮的奉献，30杯、50杯、100杯来祝福众人的家庭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祝福差遣392首。祝祷，请阿牧师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圣神相通，甲咱这人三个地地，对时时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密祷闭会。咱伫遮是怎介绍一个新人客，伊咱中间甲咱同心敬拜主，着手奉姊妹，伊咱中间无做了，好。